母音 A E I O U 呢啲係高音，亦都係長音。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 S A is as I O 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第一步分音節 Y 喺任何字音後邊，佢係變成母音 I 字音帶母音音節，字音帶母音音節，字音帶母音音節。凡係見到 Y 嘅話，你要睇下前邊係兩個，一個字音一個母音。呢度唔理佢係 A E I O U 任何一個母音，呢兩個音節都要讀出嚟係低音，因為低音係可以讀得最快嘅，兩個低音係兩個都夠快嘅。呢英語拼音法有個規定係講兩個音節或者超過兩個音節，佢哋嘅音調係一樣嘅話，呢個係低音調，低音調，兩個都係一樣嘅話，係當成一個音節。所以呢度係一個音節，乘翻兩個音節，總共3個音節。第二係分音律，分音律3個音節一定係高、中、低、中、高、低。第3係拼上，第4係拼下。咁而家拼音 Y 佢字音喺前邊，你先要睇佢係咪 FY， 只係 FY 係動詞嘅字尾，嗰個 Y 變成 I 之後係讀長音。快佢嘅尾音係快，其他嘅都係讀短音，短音係頭音係低音係 係E 係G 喺 Y 前邊嘅 G 係讀 J 音 ，J 係低音係第二個音呢度係 A 係呢度 J 係 S Z F V J 嘅聲音係改唔到前面母音嘅聲音，母音基本係讀短音係V 頭音係所以中音係第3個音呢度係V 喺呢度 S Z F V J V 嘅聲音，尾音係改唔到前邊母音嘅聲音，呢度基本係讀佢短音係所以沙係一個音就係高音而家拼下邊呢啲都係低音，全部冇得改。呢度係高變成中，第5步，第一個比較係邊個讀出嚟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應該係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第二個比較
係比較兩個高音沙，呢度哇，邊個出嚟嘅地方比較高，嗰個就贏啦。鼻嘅高中低，喉嘅高中低，口腔裏邊惡喺中間，哇哇啊哇哇巴起出嚟，沙沙沙喺上面出嚟沙，所以兩個比較沙拔著連係應該最好最適合嘅。但係你而家要睇一睇呢個 J 改唔到呢度，佢基本讀短音，但係佢可以讀長音，長音變成係 A savagely。咁呢個讀長音亦都有另外一個原因，因為呢個字係從呢度出嚟嘅 savage 係從呢度出嚟嘅 savage 點解係長 A 呢？因為係子音母音子音 E 母音讀長音，呢個係正規嘅子音母音子音 E 母音讀長音，所以 savage， 所以讀呢個加咗 re 喺後面 jerry 嘅話，都要留翻佢原本嘅聲音係最好嘅聲音 savagely。The movie depicted the savagery of war in brutal detail. The movie depicted the savagery of war in brutal detail.